喂，游轮，怎么了？淼淼，我完蛋了。咋了？课程很奇葩？何止是奇葩？你看看你能不能黑进他们的系统，把我的分数改了，这样我就不用参加评估。搞不定啊，我没有开普勒的医疗系统权限。苗苗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的兄弟被软禁吧？啊，行，我试一试。够意思，做兄弟，在心中。等我消息吧。挂了。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以帮你，但我要收取报酬。行，沙头姐，你赶紧把人弄了。谢谢蒋小姐。你在查什么啊？我就是想查点孕产资料，不小心输错关键词了。你下次要查什么权限不够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我还要收取报酬哦。失败了。我真不行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行了，佑伦，你别那么激动，你慢慢说。真有被抓走的，拘留，拘留。Boys have boys。这就是一个没资质堕胎的黑诊所，给我，快扔了！不行，我觉得我得去一趟。你疯了！地下诊所连基本的资质都没有，万一你手术出什么问题，开普勒都没有正规的医院能救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这么武断行不行？那万一开普勒和地球一样？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啊！他们来抓我了！抓我！别跑！佑伦，你就是有点过于紧张了，别那么敏感，行不行？怀孕的不是你。哎呀，行了，没事。我现在怎么看谁都像要抓我的。不行，许攸伦，这绝对不行！什么不行？你看，妊娠紋，哦，这不是每人都会长的，它根据体质的不同，还有怀孕期间。对，不是你长，你根本就不懂。快点儿！我脚都快断了。你忍忍，两个大男人来容易被盯上，你就是这样陪我来，就是陪我问诊的，不容易被发现。这也太吓人了，咱不还是别进去了吧？哎呀，
幹什麼來的？這環境也太簡陋了，連客廳室都沒有。到底幹什麼來的？挑刺來的？哎呀，不是，那个你看，我想處理一下。中止越狱是吧？10萬，先交1半的定金。10萬，靠譜嗎？你們這？而且再也沒帶那麼多錢了。到底做不做？你看能不能便宜點？我們之間。裡面的喊什麼喊？誰家乖個孩子不疼2下？快走快走，再不走命都要沒了！快走快走快走！神經病吧？真和戴博士交代的一樣，果然來了，趕緊把掃描報告發給博士。我给你申請的因特殊原因不參與評估已經通過了，只要你以後按時做產檢、上育兒課，就不會被低分預警，也不用怕被軟禁了。我去給你熱杯牛奶，早點休息。免評估報告。沒事。想家了吧？像家裡的夜市，像媽媽做的紅燒肉。你看，那個就是地球，雖然遠，但看得到。看到它，好像離家也沒那麼遠了，伸手就能摸到它。對不起，這段時間我一直拿你撒氣，等通道恢復，我想想辦法帶你回去一趟。